今日我過到嚟深圳東門，位於晒步地鐵站 D3 隔離嘅飯樓飲茶。喺 D3 地鐵站出嚟行10米左右就可以捐入去商場入邊，之後搭2層嘅扶手電梯就嚟到飯樓。而家係中午嘅12點零鐘，我過到嚟就攞飛，等咗幾張台就可以入座啦。飯樓暫時喺深圳有12間分店，而呢間嘅分店嘅評分呢係應該係頭3格最高分㗎啦。呢間茶樓十分之大，因為成層都係佢自己嘅。喺香港要揾到咁大規模、裝修得咁靚嘅，就應該少之又少啦。我坐低嗌咗壺正山小種，如果你係2個人，佢就會俾2個茶包你。茶位6蚊一位，免加1。落單有2種方法，一係就掃描台面嘅 QR code 直接落單，一係就問啲夥計攞張點心紙劃單就可以啦。等咗10零分鐘，點心終於都出現啦。呢個係香煎魚蓉蘿蔔絲餅，價錢係26蚊，一共有4件，亦都配埋豆瓣醬。呢個係蟹子鮮蝦燒賣，大大粒啊，比起香港嘅酒樓會大好多。燒賣嘅用料就認真冇得彈，比起香港嗰啲都好好多。但係你話味道呢，始終冇加大地魚粉呢，我就覺得香港嘅味道就會好食少少。呢個係金銀蒜蒸陳村粉，都係大大碟，十分之好食啊，好惹味嘅，啲粉係透明喎。鍾意食辣，加少少豆瓣醬就更加惹味添。呢個係3色包，有流沙奶黃包、叉燒包同埋蓮蓉包。我自己最鍾意第一個就係蓮蓉包，第2就係流沙包，而第3呢就係叉燒包。蓮蓉包裡面加咗鹹蛋黃，所以食落去好似食手包咁。叉燒包啲叉燒就有肥有瘦，味道都可以。流沙奶黃包都唔錯，味道都正常嘅。呢間飯樓嘅出品真係認真唔錯，無論賣相、食材、味道、環境、服務都非常之唔錯。驟眼睇個價錢同香港差唔多，不過佢個食材又新鮮。咁啊，份量亦都比香港嘅大1/3，服務啊環境都唔錯，整體嚟講都係值得嚟消費嘅。好啦，呢集就嚟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